手棉球網的安裝器材介紹 ：T 型底座2個 ，Y 型支柱1支 ，L 型支柱2支，圓通1支，接駁口圓通7支，球網1個。將 L 型支柱放入 T 型底座，並扭緊螺絲固定。將接駁口的圓通逐一放入球網頂端的環布內。將最後一支圓通放入環布內。圓通平均放於球網上。將支撐底柱放入球網的兩側，將尼龍繩繫於 L 型支柱，最後調整 Y 型支柱的高度，並放於球網的中間位置。約需時5分鐘便可完成手棉球網的安裝。歡迎索取訂購方法。